到了3个10年，这个算是一个很现代流行的诗歌。那我选了一首比较现代的诗歌，然后我选了一首我大学在美之前刚出来的诗歌，然后又选了一首很古老的诗歌，可能连艺节目最后没有听过的诗歌。好，我们来唱这首《全然像你》，这是我大学的诗歌，这是在美之前刚出来的诗歌。我把我的心渐渐的安静下来。风。
当你的人生没有了健康，当你的人生突然失去了财富，当你的人生在从最高位的时候掉落到谷底的时候，你思考的是什么？你能掌握什么？当你的身体渐渐的残破败坏，你即将要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你最后掌握的是什么？也许你什么都不能带走，但你的心中有耶稣基督，你就可以迈向那永生的第一步。常常求主的就是，我自己的身体当然不是很好，有时候我常常会想说，我到底有没有办法陪我的小朋友一路能走下去？那我希望我最后